代表子孙钱财连轮来嘅连州话，代表人民嘅人办法，代表家族存南定嘅新定法，存六嘅批到香米嘅苏兰法一道，如系南浦客家庄规定看得到嘅植物，做得个米家米夫门后如何做我。屏东内埔有一个服装设计师王飞林，伊做素娘服饰已经20年了，10多年前一路开始改良传统嘅太琴衫。加入偏台元素，最近也因为攀的花布，一路将一道花如画个体上富风，大量太琴上都有一段客家故事。因为客家上富吼，伊迄自处的部位做的。伊过耐磨的咁嘅特性，啊也过xuất汗，嗰種因為客家風從辦公提田橋嘅做勢，伊流汗，日頭曬，啊伊也嘅色成會變係，會變得安尼黃綠色，好慢慢嚟會吞嚟過吞，記錄我哋客家風提田橋做勢嘅辛苦嘅一個特別。這輛太輕衫日照文化。咪揭發你客家老祖公建設大變嘅選擇。因為按從下田區我剛做些剛錯嘅時間，我撞到我妨礙到，嗰時候一定都睇下填入去啦，入嚟食啲斧頭行，嚇！啊因為伊床上陽太陽，每啲插春路、古田路係按嚟，嚇入三秋其實。所有嘅sản婦地步只有客家人才會入三秋，啊！一個客家人口呢，而係一個客家人嘅智慧嘅一個代表，一個人口呢，伊可以博下來，可以去玩。佢每個人講以上本人搶嘅呀，本人29嘅時間，如果同一個人口嘅補口嘅玩下來，要揾幾咩嘢？王飛林用20年受養生經驗，10多年前佢開始了客家元素融入到設計當中，大量衫都做日雜故事。媽媽加冇嘢時間，唔覺得冇嘢加出去，一個人分都談嚟咩？其實伊冇談，而且延續另外一個人嘅開始。嗰時有一條線推背會係媽媽，一條線推背會係冇嘢。嗰時有個人呢，有個冇談喺度，有個延續嘅另外一個人嘅開始。當嗰個係傳法咪表現出阿妹加冇一個心情。因為我哋加冇嘅時間，會媽媽拿三隻。那三隻其中有一項東西呢，叫做生意簽嘅法。有生意簽嘅法呢，帶過去呢，我本一個世代嘅片嘅阿姑一度，嚇，差別一個幾種嘅項。我都咁樣講，伊個媽媽同冇嘢嫁出去，而希望講用一個法呢，來希望有對方嘅什麼嘢種子嚇，什麼嘢一個阿姑一度可以來一個。食愛冇嘢，來照顧愛嘅冇嘢，嚇！嗰種一個一槍法地方呢，一天有連州法、蘇蘭法，啊個有普用，啊個有人辦法，因為人辦法特別係人慢。因為連州法一塊錢，取也為個諧音啦，嚇連州。子孫同錢財一年就過來，嗰個係客家人加冇嘢，有嘅做好嘅，有嘅要活嘅時間，啊個做風水嘅時間、緣分嘅時間，而啷中藥嘅連奏法。一開發社會有細細粒嘅一點黃黃嘅法，啊有啲香米是把槍。桂花上面，冇桂花上面按料，係佢淡佢雅嘅一種嘅香味啊！呢，王飛林講客家唔是嘅感情係冇表現出來，所以用淡雅嘅香法來表示自家。客家兩道都係啲南浦客家種，就得講家家戶戶都會種嘅花。係自家嘅前面嘅花園喺無路後邊嘅花園。都會種，啊有時早晨嚟一太早啊，伊八公下創業嘅時間，一定都2片紮嘅時間哈，以前佢做事之前都排一盤啊2盤，都去八公下先創業當去做田球師。所以了王飛林按照係客家花布嘅衫，留留對客家種從頭看嚟到嘅花做下畫上去，
用各种不相同的融合，呈现客家乡民文化。它傍晚才会开花，才会香。好，所以他们一定都讲哦，客家什么过参夜合用的，对早晨做到暗不夜的时节，但可以有香味出来，但有可能散发出来唔同的热闹的一面安尼。客家欢迎家己暗不夜时节，各位天桥嘅做些过来去嘅，都好夜合开夜合香嘅，如果杂嘅要插嘅头毛嗬，好冇俾我嘅身體嗬，會有一種嘅香味出來。設計、裁剪、插風、染布、畫圖，為做住啲立染衫是冇人貴。一喊到叫立線，我哋都同一個畫好嘅一個圖，好，變一個天賦當行，利用一個天賦嘅貢獻藏上來，啊，可能對一個圖嘅顯呢，嗰呢我哋都同一個立呢用嘅以後，用一個毛筆去畫上去。立嘅溫度係那係住啲立染衫染未上毛嘅關鍵。你嘅立用嘅以後，溫度一高，用開來後會越大，線條會越粗。嗰種你要溫度一高嘅時節，唔畫圖嘅運筆會越夾。按溫度一大嘅時節，唔運筆嘅時節，你就變那個立冇辦法睇到布嘅帶下去，你又冇辦法隔開一個色色，一定會做出來。所以一個立嘅溫度要用80度提嘅下。對住派度好多經驗，汪慧玲保留傳統客家元素，未融入現代來設計，希望唔單止落住本人接受，後生人下那係。我哋希望講更加現代嘅後生嘅，會歡喜做嘅係身項，嚇打牛仔褲啦，隨便打一個乜嘅東西，嚇做嘅乜嘅東西，都可以做上衣，都可以上架。唔可以講單純客家丈夫提標嘅提嘅，唱客家歌嘅時節，跳客家舞嘅時節當嚟做。我講安尼冇一個意思，客家丈夫一提發揚嘅話，一天一半嘅後生人都可以接受。汪慧玲嘅服飾美術感通過2到年。伊講我想到我媽媽，所以我媽媽做乜呢？每擺專門家時節，從伊自家嘅個錢啊，嗬，使傾錢啊，嗬，你也俾一個三秋地位。帶過去伴爸爸媽媽，今下時間我談到時候，我媽當歡喜。我哋因為安尼一個動作，本讓去嗰度加倍鋪，佢叫佢客家人可能伊聽邊個客家嗰度嘅人，伊突然間咁樣想到客家，想到伊自家媽媽。唔單止係燃燒老師傅嘅手藝，係那希望良好傳統文化做得本大家看到。兩係住啲會講故事嘅衫，未係住啲充滿客家智慧嘅衫。以上錄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，感謝大家嘅收看，有乜嘅意見也算自信愛提供，每場同我哋聯絡，再會。